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巴西比亚迪的事情。关于这个巴西比亚迪建筑工地被巴西检察院官方这个要求整改。巴西的检察院在比亚迪的工地上，发现了这些劳工堪比奴隶，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非常苦，并且用了解救这个词，是吧？把这163个员工给他安置到宾馆等等。昨天咱们也做了个节目我说这是个误会，咱们在国内建筑工地这个是司空见惯，我们把这一套搬到国外去了，让外国人看了不了，但它又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真实写照。至于它形成的原因，我昨天节目也说了，层层盘剥，层层克扣，最后就是这些建筑工人这个生存环境、劳动环境愈恶化。昨天的节目我也说了这个事情比亚迪是甲方，他有责任，但是主要责任还是这个建筑承包商这是我的观点。但是昨天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让这个事情又变了味儿。什么戏剧性的一幕呢？首先是这个建筑商叫金匠集团，我看有翻译叫晋江集团，没有关系反正这个建筑承包商有传言说他是比亚迪的什么亲戚关系这个咱就不说了。总之这个承包商他指责他也发了个声明，叫金匠集团巴西分公司。按照咱们一贯以来坚持的，就是说你要做法官的话，你要把官方对吧，把这个原告被告的你都要看一看，你不能偏信，你看完之后跟着你的个人阅历，跟着逻辑你去分析一下这才叫独立思考。昨天的节目咱们没有看金匠集团的这个声明，我们今天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金匠集团巴西分公司作为比亚迪巴西工厂的建设外包施工方之一，近期遭到巴西当地劳工部门频繁密集检查。首先一个巴西当地的劳工部门频繁密集检查应该不应该？这是人家职责所在，对吧？这个金匠集团写这么一句话，似乎有情绪在里面，他把责任归咎于你频繁检查导致的，感觉是巴西官方、巴西劳动部门就是找茬。我在想这个恐怕又是把咱们国内的思维带到国外去了。你在国内公检法、税务机关、主管部门三番五次上门检查，这个确实有点找茬的意思，但是在国外人家这叫履行职责。你看这个不同的地方这个行为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国内发生这个事情，比如一个民营企业，你今天是税务机关来检查，明天是工商，后天是消防，你说这个企业他还能干得下去吗？咱们媒体有报道过对，我记得芜湖一个什么民营企业一年好像接待检查几百次应该有这个新闻但是在巴西，在国外这个可要另当别论了。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主管部门上你来检查，你认为他骚扰了你，影响你正常经营，你可以告他。所以这个金匠集团在他的声明里面说，这个巴西劳工部门频繁密集检查，我觉得是金匠集团自己态度不端正他后面也说了因文化差异、其诱导性的问询，加上语言翻译理解的偏差，劳工部门新闻发布的信息很多表达不准确，尤其是表述金匠的员工被奴役、被解放与事实完全不符。我们的员工希望自己站出来讲出真实的情况，并愿意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和询问。这里面他说的也是实情，也是两国文化差异，对吧？而且有的这些民工他在国内，你就是咱们中国记者问他都不一定能说得清楚，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农民工他想表达一个意思，他都不一定能表达得出来。你不要看他受了9年制义务教育，有的还上过高中，对吧？这个大家也理解农民工里面说会道的毕竟少数，能说会道恐怕也不做这个建筑工人的。那么双方这个语言上差异、文化上差异，加上翻译，那很有可能说的双方沟通的不是非常准确，这个有可能。但是我想更大的原因在什么呢？更大的原因是这些农民工人家已经司空见惯，对吧？人家在国内就是这样，或许他觉得这个大家蹲在地上搞个大桶我看了那个巴西拍的那个照片和视频，对吧？就是一个桶大家围着一圈在那吃，从那桶里夹菜，这在国内司空见惯，这个某种程度上有误会在里面。这个金匠集团说我们的员工希望自己站出来讲出真实情况，并愿意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和讯问。大家可以看这个金匠集团的这些农民工或者这些工人吧，他们拍的视频，大家看视频我代表我们中国这个员工在巴西工厂金匠公司的中国籍员工来卡马山里工作，我们是很愉快。在这段时间，我们也遵纪守法，
努力工作，希望尽快达成巴西最大的新能源项目的建成和落地。但这2天，我们看到了网上爆出大量关于比亚迪工地奴役工人的新闻，报道相关内容描述与事实严重不符，还给我们扣上了奴隶的帽子，让我们感觉人格受到了侮辱，人权受到了侵犯。当金匠巴西分公司负责人告诉我们，由于劳动部门的调查，劳工部要强制金匠公司与我们解除合同，还要将我们遣返回中国。说我们被遣返的原因是因为金匠公司奴役我们，这让我们感到万分的震惊，无法理解，严重的屈辱了我们的尊严。事情的起因是我们有107位同事因需要金匠公司统一办理巴西临时身份证，公司将我们的护照临时收集和保管起来，以便接下来办理相关的手续。因为我们在这边语言不通，路不熟，在这个过程中，因劳动部门现场检查，发现了这批护照在金匠公司柜子里，现场误以为金匠公司将我们的护照全部统一没收，岂不听解释，并得出我们这些员工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是非法奴隶工作和生活，做了多次调查，问了我们很多工作和生活的问题。我们理解的是，这是对我们积极的关注，甚至是关心。由于语言的原因和翻译的问题，和中间的误导，问询中有很多的信息不一定传达正确，我们需要自己站出来讲出真实的事情，让我们国人和巴西人这边知道我们的是一场很大的误会。金匠公司没有扣押我们的护照，护照之所以在工上，是因为我们需要办理临时的身份证及税号，所以说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边更好的生活。证件办好后，公司会把护照及时的归还我们，我们没有受到公司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公司照常发放，公司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福利和保障，我们很珍惜这份工作，我们愿意继续留在巴西，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来表达我们的观点，也请各方面再次深入准确调查，消除误解。这是我们多名的员工的这个签名，联名签名，我们希望得到这个政府的这个帮助，也是我们大家的心声和共同的请愿。金匠集团的这个声明啊，我个人认为啊，不仅没有起到什么解释说明的作用，反而是供火浇油。首先一个，我认为金匠集团，对吧？你作为这个建筑的施工方，你应该向这个巴西的检察官，对吧？去劳工部门呢，你向他申诉，对吧？你请律师，你收集材料，对吧？你要跟他们去抗辩，而不是在网上搞这些小动作，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你这个目的是何在呢？现在最主要根本的原因是巴西的劳工部门认定你违反了这个劳动保护，违反了巴西国家的法律，你是要跟巴西的劳工部门去抗辩，对吧？你应该请上律师，把你的这些每个人，对吧？你可以拍照片、拍视频，提供证据，证明我们这个符合巴西的法律。你在网上搞这个，实际上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哎，这个还没完，结果比亚迪的这个公关部啊，一个叫李云飞的，不知道什么人啊，应该是他们公关部的头，叫不会武功的武功李云飞，不知道什么人啊，他呀
转发了这个金匠集团巴西分公司的一个声明。这个金匠集团啊还很有心啊，他搞了一个联名按了手印的这么一个情况说明，是吧？莫名被扣上奴役的帽子，让我们的员工感觉人格受到了侮辱，人权受到了侵犯，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尊严。大家签署了联名信，希望表达真实的心声，并愿意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和讯问。这个比亚迪的公关呢转发评论说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以及企图破坏中巴友谊的事上，见识了境外相关势力如何恶意关联、蓄意抹黑，国内部分自媒体如何里应外合。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今晚正值2025款腾势D9上市发布，中国腾势这个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就这么出来了。本来啊是一个简单的劳动者维权、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这么一个事情，最终啊被这些所谓的公关给它升级成别有用心的，对吧？美西方抹黑中国，你这个姿势、这种搞法，大家熟悉不熟悉啊？这不跟加州老师一样吗？你这样一批评加州老师，那都肯定是美国支持的。那美国后面不是刚批了16亿美金吗？还是1600亿美金啊？总之啊，你这样骂加头的一定是美国支持，背后是美西方，这个就叫一切责任在美帝，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对吧？只要你批评他，那都是美帝在后面捣乱抹黑，而且还不是抹黑比亚迪啊，是抹黑中国。比亚迪代表了中国，对吧？比亚迪发个什么车腾势D9，那叫中国腾势，中国他那个腾势卖得好，那就中国好。我感觉比亚迪够呛了，对吧？这个企业文化我刚才说了啊，人家是巴西劳工部门指控你有问题，你要对抗的是巴西劳工部门，对吧？拿起法律的武器为自己抗辩，而不是在这打口水战。什么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媒体采访能给你定罪啊？媒体能给你洗白是吗？媒体把你夸成一朵花，巴西劳工部门认定你们有问题，你还不是有问题吗？如果巴西劳工问题最后出了一纸通知，说这是误会，那媒体怎么描黑也没用啊，对吧？你把巴西劳工部门出的这个声明或者是结论拿出来一公布，一切因烟消云散。所以这个就反映出中国的很多企业啊，貌似做的这么大，实际上是可以说是草台班子。最可笑的啊，是这个事一出来，比亚迪立即就切割金匠集团。这个比亚迪汽车巴西决定终止与晋江建筑公司的合同，这个是比亚迪官网啊自己刊登的，是12月23号，说周一啊，也是23号，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接到劳动和就业部的通知，称外包建筑公司晋江建设巴西有限公司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重申，它不容忍对巴西法律和人类尊严的不尊重。有鉴于此，该公司决定立即终止与包商的合同，已在巴西工厂进行的部分工作，并正在研究其他适当措施。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强调，外包公司的员工不会因这一决定而受到伤害，因为这将确保他们的所有权利得到保障。该公司决定在今天将这家建筑公司的163名工人转移到该地区的酒店。在过去的几周里，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已经对负责这种工作的外包建筑公司的所有员工的工作和住房条件进行了详细审查，多次通知这些公司，甚至推动必要的调整。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重申其完全遵守巴西法律的承诺，尤其是在保护工人权利方面。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与主管机构合作，并决定与晋江建筑公司解除合同。比亚迪巴西高级副总裁说该公司在巴西运营已有10年，始终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并坚持道德和尊重员工的承诺。一边是比亚迪巴西公司解除跟金匠的合同，而且承诺要整改，把员工都安排到酒店；一边是在国内这个比亚迪汽车的这个公关在这儿煽动啊，都是美西方阴谋在抹黑比亚迪，抹黑中国。这不就是当中国的网民是傻子吗？是，这中国的网友都是8到15岁，那你不能这么侮辱啊，对吧？你前面刚
干这个奴役完这些农民工，你这要在网上开始羞辱这些网民是吗？自己在国外在巴西已经承认错误整改，你说这都是什么人呢？所以这个国内的这些公关啊，还不如没有公关。这些公关说白了就是添乱的。你看那百度的公关，对吧？还有那个什么极越的公关，这样比亚迪的公关，你看都是极品的。不过国内的公关也好做啊，反正凡一切你往爱国上扯就行了，对吧？坏事都是美帝干的，都是美帝别有用心啊，陷害挖坑。在这里啊，我不去这个指责啊这些农民工，我很理解这些农民工。我假设我要是这个农民工，我恐怕也是这样，要按手印，完了之后我也在那拍视频声明啊，没有受到奴役，我们条件挺好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就这些农民工出了国，这些工人啊出了国啊，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我昨天节目说了，他们出国目的就是赚钱。我这趟出来1年，有的甚至2年，在春节是不能回的，一出来就是2年，离家2年，带回去20万，这就是最大的成绩，最大的心愿。20万回去就能干什么事呢？孩子能上学，家里的房子能翻修一下，儿子能够交得起彩礼，甚至老人对吧，有钱去看病，他们迫切需要这些钱。假设啊，巴西劳工部门头脑一发热，说把这些人要遣送回去，那完了，这些人这一趟出来不仅没赚到钱，说不定个人还亏着钱。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说，首要任务是保住钱，保住在这儿的工作，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所以他们就会任由这些啊什么金匠集团啊这些人去摆布，对吧？你让人说什么，你让拍什么视频，他都会配合，只要你能告诉我，我能在这儿干。那金匠集团对吧，可以把大家组织起来，你要不按手印，你要不来这个按照这个口径来说的话，那咱们可能都要回家，这一趟白跑了。那你说他们愿意吗？肯定不愿意啊。所以这些农民工这些工人那是没办法，生活所迫啊，就是要为5斗米折腰。但是啊，你这些什么公关部啊，对吧？什么比亚迪的这些员工啊，拿起应有的态度，还有金匠集团这些施工方，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没有的话，你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啊，跟巴西的劳工部门呢，跟他据理力争啊，对吧？你这是污蔑啊。如果有的话，你赶紧改啊，整改。我啊，在国内啊，我去很多建筑工地参观过。我以前做私募的时候，有一个方向之一啊，就是给房企啊搞那个名股实债，实际上就是给房企借钱。所以经常要到房地产公司那项目上去考察。你看咱们老百姓啊，一般形容家里乱，怎么说啊？就像一个大工地一样，实际上就是工地啊，就是比较乱，脏乱差。当然了，现在啊，有很多工地啊，管理的也是井井有条，但是那个条件还是差，尤其是那些农民工啊，建筑工人那个宿舍那地方，这农民工这个建筑工地，它不像那个写字楼格子间，大家都是白领嘛，穿的漂漂亮亮的。那个建筑工地的人，那手那脸都是汗，都是泥呀，哪儿都是脏兮兮的，没有那么多讲究。再加上你想，建筑工人都是男的，就这么啊，这是男的，你就多乱吧。所以这个场景大家都能想象。这作为这个施工方金匠集团，作为比亚迪，甚至国内的这些建筑企业，应该借此机会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对吧？如何想办法提高这些建筑工人他们的待遇，提高一下或者改善一下他们的生存环境。本来这件事情是个很好的一个鞭策，连巴西人都看不下去了，对吧？我们就这么对待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啊，这些农民工啊，这些建筑工人，他在他的收入和他的待遇，就这些吃住啊之间，他肯定首选是保收入，吃的差点，住的差点不重要，对吧？重要的是你一天给我500块，对吧？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叫特点。但是这些在巴西就不行。我看这个胡锡进评论啊，他说他去过巴西，他说巴西2极分化很严重。胡锡进认为巴西劳工部门认为中国的建筑工人条件差，他很吃惊，因为他认为巴西有很多贫民窟啊，那条件更差。我觉得胡锡进老师的评价有失偏颇啊，就是好的不比，你净比那差的。你一说中国人待遇差，他就说印度的待遇更差呀，你怎么不去管管呢？变成这种态度。咱们一直呼吁啊，就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有劳动者的收入高了，才谈得上消费，对吧？提高劳动者的待遇，你到这儿他不讲了，你到这儿你不提高劳动者待遇，不提高劳动者收入，那你化债搞这么刺激方案那种方案有什么用呢？也就是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啊，这整个的这个主流意识里面他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吧？本来巴西劳工部门说咱们建筑工人像奴隶，这个事情本来是个很好的一个鞭策，叫知耻而后勇，连巴西都说你对劳工啊苛刻，这真的叫牛马呀。本来我们应该反省，对吧？我们应该对照，叫照镜子。结果你看这些公关，这个
什么建筑公司还在这儿狡辩，还在他沉迷于打口水战，把这个往爱国上扯，对吧？你说我比亚迪，你说我金江集团，那你就说我中国，因为他们就代表了中国，他们是习惯性的代表别人，骂我夹头，那就是抹黑中国，那必然是美西方指使的，对吧？都是这个套路啊。还有人说这个就是故意的抹黑比亚迪，搞了比亚迪，对吧？我一直说这个是跟比亚迪有关系，但是他不是负主体责任的，主体责任还是那个金江集团。还有人说这个巴西劳工部呢，无非就是想把这个金江集团赶走，这样让巴西的工人在里面干活，对吧？为巴西创造就业。这个显然也神经错乱。为什么呢？因为在小粉小红正能量眼里，那巴西虽然不是巴基斯坦，那也是巴铁之一也是老铁对吧？金砖国家这重要成员，也是咱们老朋友怎么这回老朋友翻脸了是吗？老朋友投敌了是吗？老朋友背刺是吗？你说这怎么解释？从这个建筑工人拍的这些视频让人感到中国人呢真的是本来就是做牛做马的命任劳任怨。即便有外国人想提高他的待遇，那也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这本来这外国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对吧？不管他是目的什么，他客观上是要提高你这个在巴西的这些劳动者的环境、住条件、待遇，结果反过来被指责别有用心。你说这不就是有点狗咬吕洞宾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就叫恩将仇报，反过来给他扣上一个别有用心的帽子。这个确实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理这个报道也非常多。这个特斯拉要提高员工工资，对吧？不就被北京商报点名批评吗？这叫搞乱中国，这就是搞乱这个新能源汽车。外资撤离的时候给 N+3、N+6 也遭到批评，这就是哄抬物价。关键是很多小粉小红也跟着后面鼓掌叫好，也跟着骂，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以今天经过比亚迪的公关，这么一切责任在美西方，抹黑中国，这个金江集团的这些声明，对吧？让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悲哀。最后再说一下我们最近专家学者都在谈，对吧？出口不如出海，对吧？你在国内生产东西往国外卖那个简单，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要出海，出海就是企业到国外去，在当地建厂，类似比亚迪在巴西建厂，对吧？以后这恐怕是个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要到海外去，所以比亚迪巴西这个事情也给很多企业敲响了警钟，就是你出海，你得先了解当地的文化法律，你不能把国内那一套毛病你把它带到国外去，让人国外适应你，那恐怕要闹笑话，那到时候又被宣传成抹黑中国在国内司空见惯，但不代表它是正确的，对吧？要适应当地的法律，要适应当地的文化，不要闹笑话。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